继续来到下港。台南县台南市政府即届邀请到南韩女子天团少女时代的成员少渊来徛台。因的跨年晚会嘛改做线顶直播，未开放予民众来入场。这是予提早到场大埔旁来号位的少渊的迷将拢硬去。警方第一时间嘛到场，考劝因就来离开。 南韩女子天团少女时代成员浩恩，被邀请来台湾替台南的跨年暝演出。所伫咧准备登台前一天，台湾出现头一个变种病毒个案。台南市府12月30日暗时遂公布改做网络直播。 舞台边有浩恩的迷将现场大爆棚占位，网络直播的消息出来，警察来到现场叫因回去。大家拢感觉真无奈，因为疫情影响，无法度看到名次，让人感觉真可惜。我在这边也排了蛮久。你几天了？我29号中午就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各县市的防疫唔敢放放放。跨年喜欢热闹、喜欢歌星、听歌的好朋友，是少了一点实境感，少了一点临场感。 但是多了一点安全感。高雄2021年跨百公年活动，嘛伫咧台南宣布后，改做网络转播。元旦升旗典礼规模嘛变细，升旗仪式改去高雄市议会。另外，嘉义市跨年甲嘉义县阿里山一出音乐会，同款拢改做网络举办。那屏东是延期，寒流来加上疫情的关系，2021年的跨年，大家会当居伫咧厝内，同款会当做伙倒打算庙迎接新年。